看到咱就爱闪到边仔咧，安尼较袂危险。以我个人的观念，我是拢先让伊过，我拢让伊过，较安全。然后伊的脸啊、角度，伊即摆大车的时阵，爱有一个头前的目镜，你也会当看，无安尼的时阵拢无法当看。老人咧徛，有当越过的时阵，有当最容易发生代志。这知识和这充分说明这样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以后呢，呼吁这些驾驶朋友大车一定要注意老人的行得安全。这个年长者他们的这个行动力会比较差。那相对的，因为内轮差的这个角度，它视野的死角比较多。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这一个家有这个长者的要随时来提醒他，在用路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个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不要太靠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大车因视野死角及内轮差的因素，在台湾发生不少憾事，其中以长者意外居多。为要照顾长者并加强长者的用路安全，台南市政府配合99重阳节举办大车视野死角暨内轮差实地体验活动。为要减少意外发生，提醒长辈朋友，如果遇到大车，应该要保持1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如若在傍晚或是夜间出门时，应要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会发光的物件。同时也提醒驾驶朋友，如若在路口遇到长辈，应该有耐心的礼让长辈通行。交通安全需你我一同努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土城圣母庙，来邀请许多长者来见证大货车或大客车这些大型车辆的视觉死角。这段时间以来，长者的这个车祸肇事率，不管是开车，不管是骑车，不管是走路，都是蛮高的。尤其是行人，或穿越马路的时候，或骑脚踏车的时候，常常容易造成自身的危险，也可能会让这个驾驶人这个判断不到，而造成憾事。因此呢，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公路总局，还有警察局交通大队，大家一起提醒我们长者能够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同时谢谢我们社区找到高龄的长者来体验一下大货车或是大客车的视觉死角经过这次的体验之后，就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安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的将军号活动，因为2天都有6万外人创下纪录，加上国庆宴会伫安平，所以市长甲议长合作，宣布将伫9月27号搁办一场，除了艺人精彩演出，搁搭配15分钟的将军号宴会秀，邀请全国民众免费入场欣赏。为宣传9月27将伫将军渔港所举办的将军会音乐节记者会，特别邀请新生代嘻哈艺人卢俊硕来开场，插热气氛。除了卢俊硕以外，东港也阁有10组的艺人，将伫5点半开始，一直到9点再来精彩演出。当然，这场音乐节诞生，也是由市长甲议长不约而同的加码，成为国庆宴会进前的序曲。那我就看市长商量说，这样子的话，西北的地方有点落寞，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办一场烟火热身哈？那市长呢也有同感，就来到办了这一场。将军火有16000枚烟火，15分钟。
国庆烟火17000枚，我们就小让1000枚，好，30分钟，好，那所以说可以在这个精彩密度更可期，所以欢迎大家，也期待大家9月27号，来将军火音乐节，火完以后9月28号教师节再去教师节没关系，那我们就将军火先，火完了看烟火，然后听歌看巨星。当然，伫将军火以后，号名将军火，就是因为搭配15分钟的烟火秀，要来吸引更加侪民众拢有机会欣赏。记者会中，市长甲议长嘛伫疫情退线活动成功等祝贺书顶面签名，搭伫烟火段，为9月27将军火活动献上满满的祝福，嘛为振兴台南的观光旅游做伙拍拼。等新闻军及郭不义采访报道。为了解决台南工业用水的问题，行政院推动公共污水处理再利用，陆续兴建永康、安平、甲仁德再生水厂，预计每一天供应6.3万吨的再生水，予工业使用。议员柯友林以着安平再生水厂为例，认为根本无符合成本，上午也至社区大学水资源专家甲市府座谈，建议市府爱重新评估。议员柯玉林以顶个月8月18才动工兴建的安平再生水厂为例，预计完工以后，逐工会用供应3.7万吨的水，予南科的厂商来使用。毋过，包括建厂甲台港到南科的费用高达36亿。社区大学教授黄焕章表示，包括建设、台港甲未来大操作的费用，初估一吨的再生水成本可能要超过60块。不但无符合成本，而且再生水还搁对低的所在向悬的所在来送，并无符合环保的概念。建厂成本换算出来一度至少要20块，操作成本一度也要20块。现在加上这个拉管成本，23公里线的拉管成本又要加上20块，然后未来还要使用非常多的电力来抽电。那从联合国永续指标来看，我们这样的规划既不环保、浪费水资源，而且浪费电力，增加很多碳的足迹。而且这个是一个扰民的活动，你管线开挖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扰民的活动。对此，市府水利局回应，虽然建设的经费大部分拢是中央来支付。至于未来再生水的收费，嘛是甲南科的厂商签订契约。毋过，议员却认为，既然厂商愿意来支付，但为何无要用总量的管制，先推动安平工业区甲科技工业区来率先使用？至少光线嘛免待20-30公里。如果可以再生出来工业使用的用水，如果就近供水到安平工业区去。那我们自来水厂供应到安平工业区的数量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我们让水都是往低处流，就近供应，降低成本的一个负担，也能够碳足迹或节能减碳，都可以达到目的。为何水利局没有把这边的信息让我们的民众或者是议会的同仁都清楚知道？当时我们在推的初期。也在想说，如果说就近可以先用，当然我们会乐观其成。但是因为它的用量跟水，他们想要的水价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个规模经济，所以我们后来又配合就是整个示范计划，后来就是说在南科的时候，它因为有环境差异评估，因为南科有要扩厂。那扩厂的时候，在环境差异评估就有要求南科要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水。除了社区大学，另外现场嘛有荒野保护协会、水环境议题召集人张赞和，甲台南水资源保育联盟的理事长黄安调，嘛拢提出无同的意见甲看法。对此，议员最后嘛建议。希望市府水利局先针对周边的工业区用水做整体的评估，若无逆送再生水管的代谢，将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台湾手表天坛22号举行清寒奖助学金颁发典礼，希望会当减轻家庭学费的负担，并且鼓励学生努力读册。总共有120间学校，964位学生受到帮助。台湾手表天坛秉持着处置社会、回馈社会、关怀清寒家庭以及培育优秀人才的理念，透过颁发清寒奖助学金的方式，鼓励青年学子勤奋上学，为了让因会当安心求学、顺利完成学业。手表天坛具集党干事以及信众的爱心，在民国84年办理首届清寒奖助学金，至今已经卖力26档，捐出正义的助学善款。每一档呢，拢有300几万，拢总加起来也要几亿个迄个奖助金，这奖助咱台南市一寡迄个较贫困的同学呢，能够得到这笔奖金呢，能够好好求学，能够将来成功的话，能够回馈社会，这是我们的天坛的最需要的那个愿望。今年的清寒奖助学金颁发，共有120间国际学校，总共964位学生受惠。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来现场，鼓励学生爱持续向上，同时肯定手表天坛的善行义举。感谢天坛的善行义举，另外一方面，也对于我们同学跟老师大家的努力，在开学之初表示祈勉之意。那天坛从民国84年到现在已经颁发奖学金已经25年了，每年颁发了300多万，现在也将近颁发快9000多万了8、9千万的奖学金，这可以说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数字。这些25年来也栽培了非常多优秀的学子，所以呢，我相信穷不能穷教育，看到今天天坛持续在做这样的义举，而且在今年的防疫工作也捐赠了300万给市府来做好防疫工作。我们对天坛的董监事会表示高度的敬意跟肯定。那也希望说各位同学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之后，能够努力向学，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天坛办理社会公益慈善救助，包含岁末送暖慰问金、清寒奖助学金、老人养护中心、读册馆、幸福人生教室、天坛学院，以及配合市府各项社会慈善捐助，每档拢得到内政部以及台南市政府颁奖肯定，市宗教界又一楷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109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选拔，今年选出16位善心人士，每一位拢是长期热心公益，点点行善。为了表扬因的善行义举，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9月27号将举办盛大表扬典礼。社会上有一群人默默行善，不求付出，持续帮助弱势族群。为了表扬这个人的善举，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每当拢会接受各界推举人选，举办表扬大会，感谢因对着社会温暖贡献。109年的这个好人好事的代表那这选出的是16位代表台南市的好人好事。那这16位呢，除了奉献、牺牲，还有捐款呢，其实很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个专长来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大众，然后得到这个好人好事代表的这个殊荣在这边也特别恭喜这16位，也是历年来台南市选出的最多的一次的好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更多的好人来做善事，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做推广。台南市这次总共有16人顺利通过选拔，入选今年的好人好事代表。虽然每一位事迹拢无同，但相同的是，每一位对着行善拢有同款的坚持。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举办好人好事的选拔，让善事行为更多的人了解和仿冒。也感谢与会记者朋友们的报道，能将大家的善行广为人知，进而影响大众，让整个社会更加祥和。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好人，也有很多的好事。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大家都在这个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里面，都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种子，然后帮助我们的社会国家有一个正面的正向的力量。
今年得奖人分别为田春生、林敬荣、曾东阳、宋俊明、杨正安、黄秀棉、陈万义、苏素玲、陈叶明荣、王俊凯、方成科、施玉成、陈盈志、张黄金莲、吕明殿、徐永林等12位好人好事代表。9月27日，协会也将伫咧罗岗娱乐中心举办表扬大会，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互更多社会大众加入关怀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湾海南派出所的办公厅舍，因为已经有30几栋，加上空间上过矮，根本无够使用。经过市府甲议会支持，总算互海南派出所有新的办公厅舍，甚至是选择级、金质奖的等级。22号正式落成启用。在精彩闹热的鼓电甲人狮表演之下，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伫市长、警察局长甲侪民代以及警友会、义警、民防等社区民众的见证正式落成启用，场面相当闹热。3、2、1，请揭牌。市长表示，以从年以后减少的加编6亿繁重加值，加上原本老旧停车的无够使用，一定要让警察有舒适的环境来提升服务满意度。公务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我们台南市的警察服务的满意度，还有治安满意度，都是最高的。但是要让警察继续维持一个好的服务品质，有必要提升他工作场所的这个配备跟设备。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对于警察不仅在我上任后，这个对于危险加给、繁重加给能够如实的提升，总共大概花了6亿，包括消防人员，还有警察的装备，我们也努力在提升，还有警察的工作的需要的场所，像我们海南派出所，我们也努力筹措经费。这个经费总共大概5000万左右，4500万，5000万左右。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未来警察的服务品质一定会更好。经过了解，3层楼1350平，造价4450万的海南派出所，不止外观设计有警察保护形象，嘛因为基地位伫集团示范社区到云南中卫区的范围，所以所有工程竟是采用绿建筑。都已经核选淡市公共工程有这种的特优，竟有把要来竞争选择级的金质奖。海南所这一次新的厅舍落成哈，那最主要原来的厅舍受限于场地空间的关系，所以相当的狭窄，那对我们同仁的一个环境还有生活上的一个品质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市政府大力的支持，还有市议会还有我们各级的这个先前的一个规划那让我们大概利用2年多的时间那有这一座这个新的厅舍，那在今天落成。那这个厅舍比较有特色，就是它是一个钻石的一个绿建筑的一个得奖的一个
一个厅舍，所以对我们原来的一个同仁的一个办公环境哈，我想会大幅的来提升。那对我们同仁服务的一个品质，对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哈，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新派出所现代化的环境，除了让警察同仁欢喜搬新厝，同时嘛，让民众车公更舒适方便，成为高湖南中卫区新的亮点。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孔庙商圈三级出境会结合9月28號的祭孔大典，9月26、27號兩天將在府中街、甲南門路、洪街擴大舉辦孔廟商圈文化節，以着市集、手作甲環保做主題，打造商圈經濟新生活，邀請大家前往參加體驗。位於辦公室房內，這條府中街因為靠近孔廟，成為濟濟觀光客來台南走訪巷弄文化的目標之一。不過受疫情衝擊，為了讓店家攏會當有生意做，會當延續經營，所以商圈理事長希望積極轉型，除了以文化創意來拼經濟，嘛要兼顧環保再生，以循環經濟來拍頭陣。因為我們做的就是以循環再利用。我們現在目前有很多廣告的布旗、選舉的布旗，然後我們把它收回來，再製作高級的作品，比如說背包袋、購物袋、提袋都可以。那今年我們有跟環保局配合代代相傳，代代相傳就是可以減塑生活，然後我們會導入在商圈，由商圈來執行這件事情。為了清楚的目標，今年孔廟商圈就特別以循環創新為主題，9月26、27兩天要來規劃文化節。其中一大亮點就是以茶布屋的環保再生，成為城市永續的實驗基地。在這個地方，我們希望是怎麼樣來推動穿久少丟適度買，那舊衣改造如何自己來？所以這一邊包含邱理事長跟我們邱大姐在這邊都會有固定的如何教你利用可再生的物質來賦予新的生命。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地方是連結府中商圈，對於永續循環有良善概念，從服務製程跟生產都是對地球友善。那也希望透過孔廟文化節第一次的這樣的一個示範，開始推動所謂的零碳，包含怎麼樣利用可再生的物質來做各種商品的開發，包含怎麼樣不使用一次性拋棄的這一些容器。我想全台灣大概最有氣質的一個商圈就是孔廟商圈了，因為他們不但是推循環經濟之外呢，他們還有結合了這個我們在地的一個孔廟的一個元素哦。那當然我們也很感謝哦，27號呢，我們也是我們台南將軍火。結合那個煙火，為我們國慶10月10號煙火的一個暖場哦。那也很感謝孔廟商圈哦，他們辦了一個孔廟商圈經濟那個文化節哦，可以讓我們的活動在白天就開始很精彩，到了傍晚大家就可以到將軍去來參加我們的將軍火的音樂會。到時為期2天的文化節，除了有街頭藝人表演有特色市集，而且同款有消費厝豪宅等大眾的好康，歡迎大家攏來到鬧熱。台南新聞軍及郭博義採訪報道。新聞之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是好天，有時濟雲的天氣，溫度28度到34度，落雨的幾率有1成。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上大陣風是6級。感謝你收看9月2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